美我的机关事务当天亲上，莫奈武查禁的后美3个人活留。莫奈武心里想非常高兴，好，查禁的呢对皇帝一片真心。从沙个浪看出来，行头已经下脱，新娘子衣裳下脱，只子一身平常理工的服饰，动手比较便当。一路下来，后每年波西是王爷三家多两高头啊，跟那个白我把他们去，假使碰上人我来应付，500人都才跟上来。王爷莫奈武到查禁定跟那白呀这样，把人家来困鸽子，路浪分马上人一大路过来，到火市旁边火大的无间，后面啪手伸到水里向，做啥去摸铁围？哎，摸啥子？砰！一拉来了，李火家了水里向上来，个声音听不清。一出水面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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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，定稳。3个人够李火家打好心的，刚好个沙袋子往上爬，2只下头就是水那个门。莫奈武插进的2个人4只手，砰，往上一爬，个身体爬上来，2只啪旁边一移，哎，是那个门露出来着。插进顶到后面，可2高头大作精神，往下头一看，哎呀，可下头没人出黑，皇帝个人呢？哎，多2个分看见，莫奈武一看，来了，不对哇，2个年纪轻轻18岁，眼睛黑看不出。那莫奈武60岁的看得见个，哎，这个难怪个。莫奈武做10个10眼武之特别精，看见人，哎，皇帝下头向上有啥忙拖拉来，那么有的忙对于神术，手伸下去摸，神术分摸上这铁轨，砰一拉来了，这个忙伸上来。当上头顶莫奈武一看，心酸啊！皇帝不像在，今非昔比，昔日威风一扫而光。本来个皇帝打出来不得了，一国之根，面南背北，神气威严。但是今朝呢？来看看皇帝，五花大绑，头发凌乱，面色丑白，白里泛青，双眉紧锁，牙关牙紧，嘴人鼻，嘴微微，嘴角旁边为血了淌下来，身上的衣裳，来讲的衣裳3个。啥体不能帮头打得来一条一条的，不像衣裳像把土粉子，而且呢，看你身上下打得来肉飞开来，肋旁骨都依稀可见。弟兄啊，心里想就好难过啊！莫奈武想想我熬了啊，我熬了应当时马上进场。当时我马上进场，与我那旁边皇帝说500事体。当时啥体不进场呢？莫奈武思想对正。当时我假使进场，因为当来的我暗中帮忙，我进场不里多发言，皇帝巴当夫人公要关护个，所以不马上进场。嘿，想不到我一年之差。皇帝出10样的事体，阿刚啪2只脚一盘坐到地上，我皇帝的人通过来的，搿只手托了皇帝的腰，
皇帝的头就开了自家边巴了。云子公他的胸门是弄，耳朵边浪叫：“好皇帝啊！”不必紧盯一看皇帝是那种样子，可是哭得来，饿得不住，眼里血滚的滚下来。想想皇帝啊，侪是因为我追雷风声，害得你杀牙印一滚。万岁呀！一见天子碰碎心，吓得侬闻飞破碎花两身。后路远，也没话出为把对事人。
飞水城来去滚滚是一天。万岁万岁，您快醒醒呀！都是个叫的啦。莫奈何胸口的露了啦，皇帝郁郁受心。皇帝是从当时死了的现在，这个孽障不是人工的，几次受刑也几番昏厥，哪位性格进那死里向伤口痛啊，痛心梗。那就为昏过去，痛得来我不来了昏过去了。皇帝真是为出生出世的现在，分7大个的口头，那差家长全部吃啥子？那死来里向，因为闷，昏昏沉沉，出事来了，点子。四面特空，压力像凉风习习，吃了皇帝的身了。年国家有点烟水水，不然莫奈何原子宫胸门里搂了了，你都旁边汪啦汪啦叫了了，旁边的插金铃了了哭。皇帝一个人慢慢讲慢慢讲，这个神让他回过来着，眼睛张开一口，白茫茫一片，一点点看不出，眼睛再闭一闭，再定一定神，微微将一眼一眼眼睛张开来，看见了。那一张亭子里，给了一个人身上，这个人当胸口浪了浪，搂，耳朵边浪了浪叫，声音又是有的嘞。好皇帝哎，好皇帝哎！而且这个人年纪蛮大，哪晓得年纪蛮大，左手风吹了浪，那自家面孔上翻了翻。翻了翻，有一点点痒兮兮。哎呀，这个声音说的啦，啥人啊？对妹妹讲，不过来一口，看见莫奈何皇帝叫八公叫谁？莫奈何啊！乃是我的决心，我追着只要碰上来莫奈何，可以讲一声逢凶化吉，女内神祥。但是今朝，是命是得知，我今朝碰上来皇兄，太爱着。杀气帮同上死心，一顿便当难让全部靠挖特子。我能够活到今朝，我已经是外国队子。好，我为能当了皇兄见上一面，我为了至死，我是托子乃皇兄吧。眼里那不了子。十过个过来，哇！咻！你一开口，莫奈何松口气啊！为好为好，皇帝没得老的，好皇帝啊！哎呀，你忠恕心啊！皇兄。
今日狗皇能得见得王兄，唉，狗皇自己追下，性命虽要续矣。这好玩家，不为了呀，不为了呀，你遇的要问了呀，王兄。公与塞庄大事要拜托王兄。好王弟啊，我们弟兄不要客气，要说塞庄300庄3000庄里这国家啊，我一定抓败。好，这第一抓实不相瞒，神公此番出见，山东房子，我那儿郎乃是与先皇爱妃所生，美妃神通个爱，反而进见。我那皇儿只需把所爱年纪上谕，神公不惧生死，放心不下我那年幼的孩儿。王兄，神公拜托你了，你我不败之家，你要俯首于之，保护他，让他继承王位。神公就是修厦门，也给你大恩的了。你是看哪个？我那我心里耍个米的，我的呀，你耍了弄得这个，你一个女人那是搞做出来的呢。既然皇帝开大口，那通我，要让你放心。好皇帝啊，你放心啊！哎，你晓得了，我没得儿子的，你的儿子虽是我的儿子，我保他做皇帝啊！多谢王兄。说第二桩，第二桩哪里？谁鬼啊？为啥？神谕，小奶为了你讲呀！我那狗皇兄，少堂之上，忠心耿耿，俯首少真，思想心地善良，大举美妃母子，为贵家乡。嗨，此恨寡人一日后头，天心皆当谁去？实话兄，上抗要害，哪份进谏满门抄哉？王兄一怒之下，进谏便离，半途之中，神言不尽。唉，神公此番结了美妃母子，小道之上，我一人先放王兄，哪里追下
眼中就佛。神公这可是要归天而去，至于拜托你莫忘兄，四处行法，造成大泰。所以王兄下落，此生你要待我向他当面磕头拜寿。你对他也讲，勾画从良，勾画愧对于他。今生内一斗宝，来世定当不杀。说是王兄一剑法功，将尸骸造魂，女神宫各掌皇力，神宫塞得地风之下，也要向他当面拜罪。不然的这个一番话讲下来，阿刚这里不来着。莫奈何从东市提到现在，从来分可惜，你看见眼里儿子的他一个，但是今朝不乃皇帝这个一番话，阿刚的眼里嘛不了，实在并不了。汪一声哭出来，两洞眼里当当跌了地浪，这是两个头。阿刚的眼里这样好的结婚，带皇帝看看皇帝啊，你心如啥？你杀了我早的心如呢？古廷人阿西分析，快点告诉你，阿为到皇帝一高兴，精神好起来。身体好起来，好皇帝，你放心，哪个没得哪个，我们去找到的，在隆庆市找的隆中半年多，以下当是叶青上山，请他的师傅到北京东中来举哪个没得事，你话是啊？没哪弟兄一大位大不进，没位一大去了呀！皇帝听见。勾定神分析，面孔上露出一丝笑容。哈！王兄勾定神为了让我儿子的江山继续不杀，勾一声阿弥陀佛。好皇帝啊，你说谁抓？为于抓你？说的谁着啊？皇帝倒是杀伤力咬牙切齿，两张眼睛里向花要喷出来着。王兄，才美公帮同，都美不归美王车位，才家庄上。赋予蛇粮之辈，定要谋门草三。这个四个字，牙齿缝里挤出来的。莫奈何听见皇帝这两句闲话，莫奈何牙齿咬得嘎啦啦，绝对压紧。好皇帝啊，
你放心啊。不与怒吼声，才女公女害天子，心狠毒棒痛。来是要人理应该明正敌人生死分，根基是此法天子早不成，我乃名誉扫地，乃周年一日那才女公，女害天子。来治身，刮来刮去刮啥人？谁是差为公帮头？我屡次报家，屡结其功，皇帝平安服侍，眼眼条帮上眼眼条，这个一趟10岁才100个事体好10岁，报家的事体10岁，我难高唱。狗药比门是有战斗高分咯，查美公帮通，都做出这种井水相仿的事体来。皇帝不叫我杀，我还要杀很多。他们两人小人辈。我在世界最害人理应该我们操在心都风雨莫内密谋是眼睛呆，好啊弟，你放心，崔家庄没得一个好人，老子将他们通通刷光。这个人光我皇帝恨不得拉起来烤死他的耳光。我这个人口没抓来，我来干啥？查家庄没一个好人。不好人啊！我良心不能够吃这个渣，差点点对我一片真心。阿刚讲啊，非要我讲我们插在里全部杀光，杀得差点点，我也是做个人啊！王兄，谁呢？坚定乃是首良之辈。切不可怒伤于他。哎呦，我就对了，你不讲两股今后养了老讲的呀，一根金棒鱼，不能讲上差劲顶，我也随了旁边玩。这个好王弟啊，你讲得对，讲得对，
蔡建廷喊人，他一起来拘你一个呀！皇帝听了莫奈何这个一讲，砰，对不过来。皇帝觉着心痛噻，蔡建廷哭得来来人而相放。皇帝死也要死快噻，为心痛啊！你对蔡建廷的爱人蛮勇的啊！而且你是奸呀！坚定啊，不必哭得撕心裂肺。现在听皇帝讲啥么子？难道都是为了公理我了？万岁，都是金廷年幼无知，把民给害苦了呀！这个我非要讲噻，你害我也不是愿意的，你不懂呀。你下去感受呀，你其实也不错的，错了啥人身上，让我身上，我长仔细，我不讲么事体，我长仔细，后送去出。但是现在侬光皇帝态度来得个哈，你也懂自我批评噻。不过丁亚军啥？岳师爷，我讲不呢。搿口烟你阿了啦啊！搿口烟不了啦，我死下来看眼不比个啊！而且万岁，若是报烟，可保证好福。当受百人喊，我当自家性命这个，过了头前里，砰，已经头戴水里。万岁，如今这玉玺宝印。我完毕归赵了。2岁，风闻有戏言，外头金丝蛋蛋，里向金牙才看得见。哎呀，金牙里向的么子不抓了啦！皇帝2岁，哒，多上浪对，哒，接过来。40多个岁，我金丝蛋蛋不开，砰，金牙削开，好，杀鸡，鸟死人，蓝理想，哼，皇帝面孔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。查美公啊，查美公，帮通啊，帮通。你都要上班安成功，分！我是一狼水枪，江山你知道的。查鉴定啊，查鉴定，你真正女中上妇，我头上那个种钢丝啊，我死下来我看眼闭着。皇帝脑子个口音，眼瞪瞪，笑嘻嘻。旁边的莫奈何哪子蛮清爽。皇帝啊，饮水起来吧，搞不了查鉴定，爸爸挨打查家庄，是非之地，都等一刻，都一刻危险。爸爸，难怪这应该不了查鉴定，皇帝也要的，不干，那么这口烟，我也把了自家身上去。关着帮过大头前里向，皇帝就没个对起来拿个口烟他头前里去。查进的拿个口烟金丝蛋蛋的打字啪往皇帝头前里向踏进去过了身上。皇帝啊，你身上才是个伤啊，绑痛的皮叽杀人，身上像一条打得来皮开肉来啊！岳世英过上去碰上皇帝呢，面对嘴牙齿咬，痛啊！把了身上好，这口音拿我身上，我心里比较踏实。
你们谁干？莫内务官说：“快点，来，查进来，帮忙！那我皇帝都当我百姓了，我白着你吧。”查进来，后面两个人帮我皇帝出去了。莫内务身体一到，放到里百姓了，莫内务怕。我皇帝背一背问：“嘿，不晓得莫内务，你现在不能怕？为啥讲不能怕？”后面插个来物，定押金一桩事体分龙天上。你应当呢？应当杀袋子、杀凳子，统统放牛。放牛了，来把油嘴高飞。但是杀袋子、杀凳子呢，分放牛。分放牛有一个啥个问题？这个杀袋子、杀凳子移动过之后，机关才发动来。这个机关发动来，没人晓得。差夫分岗，后面分门，一个谜头，大家不晓得。莫内务想到底，皇帝背好了，睡吧。当，马正亭子旁边拉过来，不晓得跑到亭子的边浪出事体。阿龙这过到家底下，啪，一口插过来，亭子的四周围一高球，才是对血里这个铁钳子，莽正上对。机关铁钳子上来杀了插针，莫内务兄看的，阿爷马拐子不马拐子，分说了，莫内务有本事的，砰，往背雨一蹦，这个铁钳子呢，拿莫内务头上应用进去，说他的四周围全部才是铁钳子，三股鸟笼这样一拽。我好比笼中鸟，你们那路法，精灵哈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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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底哪还要无畏惧？